来，乡亲啊，来看这个缘投仔送，伊叫 David， 这意大利的人，伊大80的网红吼，伊的 YouTube 有1360万人给他订啦，真出名。伊娶台湾某，所以是台湾竞赛。伊进前网络啊所发表，咱谈到看去用画调，即是讲台湾是一个国家。这款的言论啊，去互 YT 合作的厂商看到，要求伊来提掉，啊无就要来取消200几万台票的赞助。这个 David 啊，完全无咧来信道。伊讲台湾是一个国家，这事实啊，你200几万要提掉，我搁赚到有啊啦。出调的演奏技术含真高骨头脑的实验影片，加上2020年和台湾太太结婚，可以引起强滚。是到最近，伊伫咧网络分享和一间电动公司合作甲挑破面，这一切佮台湾有关系。They wanted me to delete one YouTube comment I wrote, more specifically this comment. 原来是这5年前的留言，讲台湾是一个国家，不过当时却叫电动公司要求提掉，若无就要停止合作。那其实对方出的钱未当算，包含影片抽奖的经费，拢总超过75000块美金，差不多新台币234万。那态度留言的要求是，伫咧伊影片要传到网络的2点钟之前 ，David 斟酌想过，决定落下台湾是一个国家的法言，等于牺牲新台币200多万的收入。And this is not even political, it's just geography. Like literally, just go on Google Maps and you will see it too. I kept my integrity, my comment, my free speech. 一个外国人能够体认到台湾是一个国家，并且为了这件事情能够牺牲掉他自己原本可以有的一些收益，我觉得很不简单。追踪一下，这是一个留言而已啊，对他来说其实删掉没有关系的，但他却把它坚守住，然后丢了一个公说。这个影片引起真侪网友讨论甲热刺，嘛俄罗斯外国人煞比真侪人更加认同台湾，甚至捐钱甲助赞，感谢伊对台湾的支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